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艳牧师。5月13日，没有什么错是主无法拯救的。今天的经文我们要读士师记21章8到25节。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句在以赛亚书1章9节。假如上主万军的统帅没有保存一些人的性命，耶路撒冷早就像索多玛、蛾摩拉一样毁灭了。我们有没有曾经过感觉真的是错到太离谱了？那还有救吗？怎么救？谁愿意来拯救呢？今天的经文在士师记21章8到25节，就是要来讲到昨天这以色列人他们心开始难过起来，因为他们做了错误的决定，发现呢便雅悯支派将要被灭族了，因为他们不再还会有后代。他们快要消灭时，心里难过哀哭，问耶和华为何让便雅悯支派快要消灭。其实是因为他们自己发动的内战，自己赶尽杀绝的行为当作是耶和华的旨意。这就是我们昨天说的，人若自以为是跟从神，却没有真正明白和跟随神的律法和神的指示，那么可以将所有发生的事其实是自己一手造成的，而归咎于神。这样子的后果，他们开始难过后悔。那怎么样来处理呢？他们要解决这个办法，不是去悔改，而是杀更多的人。在今天的经文里，我们看到，哇，怎么会想出这个办法呢？这个办法实在是糟透了的坏办法。现在的以色列人比起迦南人相差多少呢？他们有多坏呢？他们坚守自己的誓言是很公义吗？他们后来为了存留便雅悯人所做的，能看出他们的恩慈吗？这只看出他们宁愿别人死亡，也不叫自己承起的这诅咒落到自己的身上。他们解决问题方法足以看见他们的败坏跟自欺欺人。接续最后，为了规避先前自己下的很重的誓言，他们的计策是抢别人的女儿去给便雅悯做妻子。这实在是很荒谬的，因为在出埃及记21章16节，律法其实已经禁止有去拐带人口的。所以在25节士师记的最后，这句话说了士师时期以色列人的总结，其实也是这个士师记的一个核心。何以人性是这样呢？人性是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去做。人性如果不是紧紧跟随神和神的律法，每个人都会跌入到这样子的惨况当中。人真的是自以为聪明啊！我们可以看到，想到哇，原来还有这样子想出来的办法，甚至还随口就说出感谢主，感谢上帝让便雅悯支派可以再次发展起来。而这整个的过程实在是没有一件事让人感谢的，因为这是违反上帝的属性。神并没有要他们做这么可恶的事情，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
回转归神，回转到神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错了，主啊，恳求你来拯救，主啊，恳求你怜悯，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不配的人，特别是我们人性真的是很可怕，可怕到我们自己都不认识我们自己的，我们还有救吗？我们的主一再的告诉我们，他的施行拯救，他的怜悯不永远停止的。我们或许以为事事就到这里，那么好像灰暗日子让人绝望。没有，我们如果再把眼睛往更远，往后往前看，我们就看到原来在这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就发生了路德。而路德记发生在士师当政的时候，也就是士师记给我们看见，那么灰暗的日子里的绝望，上帝早就已经施行挽回的旅程。进入到路德记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的拯救透过耶稣基督，透过路德的下一代，下一代，再下一代，在他的几代的子孙当中，耶稣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拯救。他为我们死，因为我们人性真的是太恐怖了。我们在这属灵的黑暗中，我们唯一能感谢的是我们的主施行拯救，早就应许给我们。我们读到士师记，真是恳求那恶，那属灵的黑暗期就停留在这士师，而让我们有一个崭新的开始。因为这位神说，没有什么错是我们的主没有办法拯救的，因为基督要来就是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，而他为我们付上代价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为了是要赦免我们的罪，除去我们的不义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看到士师，我们真的很多时候不忍心看下去，我们的主更是这样啊。人啊，人到底怎么了？而我们的主，他真的有一个深不可测的爱，深不见底的爱，他来爱我们。我喜欢这首歌，说圣经里面说，天父何等爱我，不管做对做错，爱我一样多。认识主之后，不再为自己活，愿圣灵帮助我，能经历你更多。深不见底的爱，没有别处能找到。按照主你的形象造我，深深认识我。我每根头发，天父你都细数过，恩典如繁星一样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不好？我们默想我们的生命中，特别是我们最近的台湾的境况，因为疫情严峻的关系，也甚至于在更久以前，我们是不是有那个更糟糕的坏主意，让人难过呢？让人感觉绝望，我这个人真是坏透底。而我们的主正要拯救，他愿意拯救我们，我们愿意被他救吗？我们身边的人有这样的经验吗？觉得自己已经没救了，就放弃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，我们的主他
呼召你跟我，成为这绝望的人的盼望。因为我们被拯救，是因为主无条件爱我们，然后我们要为主而活。我们活出主的爱，活出福音的大能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生命就献给主，也让人有机会可以活过来，被主来拯救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谢谢主，你用深不见底的爱来爱我们。谢谢你知道我们人的心是怎么样子的黑暗，我们的人性，我们的罪不可赦，但主你竟然为我们死，赦免我们，除去我们的不义，使我们能够重新再来。也愿这样的福音大能临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，透过我们把福音带到那需要被拯救的人的当中。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应验牧师祝福您，今天我们就活出爱，活出神拯救之光，也带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我们明天见。